来关心中南部的消息，中南部真久无落雨，面临着可旱的危机。七月开始，高雄市的水情警戒灯号已经是黄灯，3月底有可能变成橄榄色的灯号，也就是讲游泳池也是洗车场恐惊受到影响。南水局嘛伫高滨溪沿岸呢，50口的水井。希望讲会使提供高雄的用水，伊也毋过其中有28口井是伫屏东县的境内。屏东县长周春美一直到昨昏才知影，气一日骂这个水利局讲，你无拍招呼就开始学，根本就是偷学的，要求停工。人客用欢喜心伫咧水池做 SPA， 游水池平常时固定真侪人客，也毋过即马南部水情较欠缺，游水池用水量大，业者就烦恼水管咧欠落去，业者恐惊免治成理。在我们游泳的时候，我跟客户说，尽量的洗澡洗快一点。为了改善水情危机，高雄这个月8号开始，水情灯号就黄灯，实施暗时减压送水。不过南部拢无落雨，水库强要到底。家己临沂潭水库下水量剩28%，南潭水库35.5%，闸门水库更加低，剩12.2%。南水局伫咧高滨溪水源头要挖50窟抗可旱水井，数28窟伫咧屏东，其中14窟已经挖落去。县长周春美到昨才知影这件代志，骂水利署摕屏东水救高雄，含这就无共讲，根本是插拉布。屏东是国家的粮仓，那所以我们的农友兄姐他们的灌溉用水更要确保不能够出问题。所以昨天我也去电我们的赖建新署长。要求停工。高雄跟屏东地区事实上是同一个生活圈，天灾的时候大家互相支援，这个是多数民众都可以体谅。高雄面对30年来严重可旱，市府建议中央在3月底将水情灯号切做是橄榄色的灯号，开始来管用水量这业者，那么欠水情形会愈欠愈严重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